好，头前后壁甲伊讲，感谢上帝看顾咱一礼拜平安。来，佮甲伊讲，感谢上帝，互咱一世人的疼痛。阿门。咱用感恩的心，同齐进入到上帝的殿中，咱同齐来祈祷，咱来恳求主的圣灵引带咱今仔日的礼拜。对头到落尾，圣灵亲自来感动引带咱所有的行程，通互咱存着感恩甲诚实的心灵，照主的心意，伫7日的头第1日，咱同齐做伙来礼拜，用礼拜用敬虔做一礼拜的开始。咱所以同齐伫主的面前来为着这个代志祈祷，仰望主，望主啊，是，阮将阮的活命奉献予你。伫今仔日，阮做礼拜；伫未来这个礼拜，阮为主来活，三角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圣哉，圣哉，至圣的主上帝，你的恩典甲阮三角同在，保守看顾阮的年日，伫主的内面得到平安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摇化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来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实存到永远。上帝啊，你赦免撒玛利亚的罪孽，也赦免耶路撒冷的罪孽。主啊，阮无法度，因为家己得到平安了，阮就感觉，阮有祈祷，阮就会当得到上帝加倍的看顾。主，这确实，但是主你甲阮讲，因为罪恶对着撒玛利亚来落来，所以一直牵拖着。伫迄个所在来变成耶路撒冷，变成犹太地的这艰苦甲伤害，总是主你有怜悯有疼痛，你照顾你保守，你让阮伫主的内面对你来行。摇花，阮要感谢你的疼痛，阮感谢你的恶乐，愿你今日伫阮当中继续赐阮保守看顾，互阮伫主的内面对主你来行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因为你的能力、你的丰盛，要继续赐阮伫你的百姓，独独你亲自成就一切美好，伫你百姓当中，阮颂赞荣光归于你，愿你继续引带阮。主啊，阮伫这个礼拜，伫这个早日，阮同齐来到你殿中，用礼拜做开始，用敬虔做阮活命的免流。主啊，保守阮的心怀意念。伫你内面得看顾，得引带，主除其一切，才会捆绑阮灵魂、肉体所有一切的重担。主啊，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真理的自由，对主你来行。感谢主，将荣光归于你，靠主圣名，阿门。接下来要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来感谢上帝的疼痛。咱过去1个月内面。经过3下个别礼拜，总是上帝存留咱的活命，为要互咱会通伫这个地面上来见证上帝伊伫咱身上的美好，所以咱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上帝将着久长的年日赏赐予咱，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搁再一摆讲主啊，愿阮活的就是为你来活，互阮的活命来做主的见证。所以为着上帝存留咱的活命，圣经讲，耶和华上帝讲，我存留亚伯拉罕的活命，为着要互伊甲伊的囝儿孙认捌我、敬拜我，得到活命的祝福。所以咱有一个责任，为着咱家己，为着咱的全家，咱来全家认捌主，全家侍奉主，互咱的活命真侪正人的祝福。所以，为了咱的家庭，为了咱的全家，为了咱身边的人，为因提名来祈祷，互教会真侪一个照主所吩咐的，往普天的传福音的教会，为咱家己真侪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见证主的人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因为你亲自呼召阮。互阮照主你的旨意来行，你是主是上帝，主啊，你有甲阮讲，阮着往普天的去传福音，
互万百姓来听。主啊，既然是神来受洗，要对主你来得到活命，得到能力，得到永远的平安。主耶和华，我感谢你存留我的活命，感谢你无伫罪中灭绝我，佫是用加倍的怜悯、疼痛、宽容、赦免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向你祈祷，保守我、更新我、炼净我，互我伫主你的内面，真有这款的诚实的活命、清气的活命，实际来侍奉主的动机。主啊，互你家己的权能，互你家己的平安，真侪伫我活命内底侍奉的动力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求你亲自引带，是互我继续活伫主你心意的欢喜，互我一生的年日，真侪上帝你清气的器具，用我一生真侪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。感谢主，听我的恳求，想事稳定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上帝，救赎我的主耶稣基督，也佮有引带我的圣灵。愿今日照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的，伫真理诚实内面，照主的心意，来到伫耶和华上帝敬拜你的殿中，主，阮同齐伫遮。愿感谢主，想事看顾一切的美好平安，伫困难当中带阮搬过困难，赢过困难，操练阮，互阮的灵性勇健健康。你要继续伫阮的活命内面做你美好的工。主，愿感谢你所享受一切的美好、稳定甲疼痛，继续引带阮前面的路站。也祝福伫阮今仔日的礼拜，或者个礼拜，主，阮甲你有亲密的连结，有真实的面对面，阮的心、身、灵，拢对主来得到更新甲祝福。为了阮今仔日的礼拜，三甲做伙，阮用敬虔、用圣洁、用分别为圣，这段时间。来奉献伫主你的面前，主愿你接纳所有一切的奉献甲敬拜，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来，请高兄来报告，谢谢。兄弟平安，平安，非常欢喜。咱总是会当清早来到这个所在，敬拜阿咱的主。消息报告：今仔日国语堂崇拜办法学生奖学金，敬请兄弟继续为年轻世代学习以及释放的道路守望祈祷。第二，10月18拜六上午9点半到12点半。举办南部教区即时同工研习会，地点凤山信教会，主题同心治理教会。讲员廖伟立生牧师，敬邀各执事小组长踊跃参加，请向牧职同工报名。第三，年度执事改选定伫11月23举行。请各小组伫10月26暗时到11点59分截止，提供各小组候选人员名单汇报予扫会传导，以利制作候选名单。第四，幸福教养师资培训课程讲师刘智慧老师，时间12月7日到12月13。7日到13，8点半到5点，早时8点半到下晡5点。
地点伫台南浸信会，费用每个人千二，夫妻合报1300，欢迎有志者尽早报名。报名连结公告伫教会消息群组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报告？若无，咱请。好，谢谢。补充报告，乡这平安，就是这个叫做幸福教养。咱发觉安乐圣教会这个儿童方面，就是家庭的教育方面，这个课程较欠缺，所以咱毋茫讲会当鼓励咱的后一代夫妻，也是你个人不得已啦，个人去参加。咱有要希望有一个种子教师，种子教师的人可以免费。好，就是讲我有邀请2对啦，已经要报名，伊是夫妇，所以毋茫为着这个时间来祈祷，互咱的教育会当生根，这真要紧哦。我今仔日问 ChatGPT， 伊会讲甲讲婚姻吼，我讲要安怎甲迄个年幼人，就是幼稚班讲婚姻观呐、伊就讲吼，这是一个你问的一个很好的细腻的问题啦。但是吼，毋好甲囡仔讲婚姻的关系啦，婚姻制度啦，婚姻制是谁设立的？上帝嘛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一生一世嘛。但是也给他讲，不要讲婚姻制度了，就要讲关系，有爱就好了。所以有一本《谁在我家》这个儿童绘本，就是咧教囡仔多元成家。所以今仔日伫主题内面要甲囡仔讲这，哇，惊死人哦！咱来去问迄个机器人吼，伊就是甲咱即款问题咧。若要读圣经，咱是拢好世界又咧行，毋茫讲伫即个方面，咱爱甲重视。你若袂当甲咱来用祈祷来。好，这个代志落实在幸福教养这些的年轻辈的人，安尼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无，看一下，我这样有，谢谢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因为有伊的话语，主要所基督讲，伊的话安定伫天。这世界甲其中所有一切，拢会过去。但是上帝的话安定伫天，伊的信息直到万世代。所以咱用敬虔的心，同齐做伙来敬拜咱的主、咱的上帝。伫这个世代内底，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甲拍乐呢？圣经所讲的，佫较毋是外口的表现而已尔。更重要是咱心灵照主的话来行。迄是一个真实的敬拜，真实的拍乐。咱三甲做伙起立来吟唱，坐伫宝座顶圣洁的羊歌。坐伫宝座顶圣洁羊歌，我用你敬拜拍乐。到永远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坐伫宝座顶尊贵羊羔，我向你敬拜拍乐。尊贵荣耀权势，拢归乎你的高永远。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只有你谈得敬拜甲尊崇。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的高永远。坐伫宝座顶圣洁羊羔，我用你敬拜拍乐。我早现在的高永远，只有你是全能上帝。坐伫宝座顶。
的幽歌，我用你灵来他歌。 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们歌鼓你生命的高原湾。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就你含的敬拜和尊重。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。 我们歌鼓你生命的高原湾。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就你含的敬拜甲尊重。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们有你生命的高原湾。万能的王，万主。 尊重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我们歌鼓你生命的高原湾。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就你含的敬拜和尊重。万能的王。 万主的主，我们歌鼓你生命的高原湾。我们歌鼓你生命的高原湾。亲爱兄弟，请坐。 主耶稣讲，所以恁爱往普天的去，互万百姓做我的学生。台南市这个日子以来，是全台湾车祸第一名的所在。台南市的五上也是全国第一名。台南市的火灾，伫过去。 这年来，咱也是第一名。台南市的五常崇拜、游行设计、设景，这款的情景，也是台湾第一名。咱生活伫这块土地，即使咱也是有抄圣经，长的时阵是抄到米迦书第2章。伫迄个时阵，
耶和华上帝亲自安尼讲，因为撒玛利亚所行的歹，所以刑罚就临到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所行的歹，对着撒玛利亚受毁害，一直祸害着到伫犹太地以及耶路撒冷。圣经内底末底改，伊的查某孙仔讲：你毋通想讲你踮伫王宫，就会当赢过其他的以色列人。你今仔日若无开喙祈祷，若无做代志，若无甲上帝相连，以色列犹原会得到救，但你甲你的全家，得空拢会灭无去。亲爱兄弟，互咱当心有一个祈祷，讲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伫地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声命，予人情探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毋捌你。叫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宽容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伫地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顺探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毋捌你。叫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宽容见证你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只大领来引带，独独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叫大领来引带，独独为你来活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伫地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探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毋捌你。叫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宽容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伫地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探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犹原搁毋捌你。叫你予我一寡的机会，来宽容见证你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叫大领来引带，独独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赞我，是叫大领来引带，独独为你来活。愿你
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诚心请帮赞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甲你同心同行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诚心请帮赞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为你来往。咱这是同齐来做一个祈祷，有上帝显明一个人伫你的心中。可能你的厝内面的人，也可能是你的亲情朋友。由上帝将迄个人，将迄个人的名字、迄个人的影像铺现伫你的灵魂内面，互你诚侪伊灵魂的守望者，为着伊的得救。为了伊的一生付诸路用来祈祷，有上帝伫这个时阵感动你的心、你的灵、你的魂、你的体，互迄个人诚侪你伫今仔日以后，检查也是伫进前，你为着伊守望，为着伊祈祷。求上帝听伊听到底，求上帝拯救伊拯救到底。咱着同齐为了上帝所启示你的这个人，咱每一个人为了上帝所启示伫你心灵内底这一位，为了伊的得救，为了伊一生侍奉主，为了伊诚侪上帝荣耀的器具，咱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在圣在，至圣的主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。细囝搁再一届，将着阿勋、正勋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邀我上帝你亲自来照顾、引带，来保守这个细囝，互伊伫主你的内面亲自来显明上帝你家己的疼痛。主你保守照顾这个细囝，互伊会通因为过去真捌主。伫这时，伊的活命内底需要有上帝你的能力，需要上帝你的活命的介入，愿你亲自保守，愿你亲自引带，将迄个诚实，将迄个超侪真理，将着主你所赏赐的平安，主你亲自来疼惜这个细囝，保守这个细囝，引带这个细囝，拯救正婚伫主的面前，果然对主你来领受。活命永远的疼痛甲平安，邀我恳求你，照顾这个家庭，赐阮这个家庭，照主你所讲的，因为一个人来得到救，全家拢要对主来领受。主啊，救阮要临到这个家庭，临到这个家族。主啊，将着这所有不是对上帝你所来的啊，主啊，这代志，这偶像来刷开，互主你家己救阮。临到伫这个家庭、这个家族，主啊，为着阮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当有一个心志，主啊，帮助阮，互阮全家得到救，互阮全家侍奉主，互阮世世代代尊主做阮的神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将荣光归你，靠主耶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，诚心请帮赞我，是个大领来引带，多多甲你同心同行。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
地来回应，诚心且帮赞我，是叫大领来引带，多多为你来活，多多为你来活，多多为你来活。主要听人诚心的祈祷，当伊存留咱的日子，互咱目睭得开，看见伊的话语，甲伊同行人生的路。咱三甲起立做伙来吟唱。你的话点我心，让我无茫的心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让我无茫的心，予我毋茫行落去。主啊，我主愿拢伫遮，
阮甲家己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主，阮虽然袂堪得，但是因为你的疼痛，因为你替阮舍命流血，拍破身躯，为阮来死，并且对死搁活来拯救阮。主，阮所以诚侪你手中的器具，求你用阮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三甲做来上读新的诫命，请恁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，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，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，请坐。咱同齐来做伙上读启应文，用启应来做咱礼拜。伫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看见了大光。你互这国民犯罪，加增因的喜乐。因为因所负的重担，甲伊肩头顶的拐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政权要担伫伊的肩头顶，伊的名称作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爸、和平的君。伊的政权甲平安要加添无穷，用公平公义护国坚定稳固。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个事。阿免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上帝要祝福既那遵行伊话语的百姓。咱即时请掀开马太福音20章1节到34节，听书单周报第4面。咱今仔日要分段来读，咱大先对着第1节来看到第16节，同齐做伙来上读，请。因为天国亲像家主清早国请人进伊的葡萄园做工，甲工人讲定一工一钱的银仔，约伫4初出去，约伫5正甲新初各出去，约伫酉初出去。看见也有人徛伫遐，就问因讲：恁为虾米规工伫遮仍然徛咧？因讲：因为无人请阮。伊讲：恁也入去葡萄园去。到了暗暝，园主对管事的讲，叫工人拢来，互因工钱。对后来的起，到大生来为止。约伫酉初请来的人来了，大人得到一钱银仔，一直到迄个生请的来了，因掠准的确会加得，谁知影嘛是各得一钱，因得了。就埋怨家主讲：阮规工劳苦受热，迄个后来的敢若只做1点钟，你竟然叫因甲阮共款吗？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讲：朋友，我无亏负你，你甲我讲定的毋是1钱银仔吗？摕你的走吧，我互遐个后来的人甲互你的共款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物件敢讲袂当随我的意思来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着目苦红吗？
安尼，迄个伫后壁会将要伫头前，伫头前的将要伫后壁了。咱搁再一届压头来祈祷。主内主上帝，原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儿女。伫即个遮尔济无共款的身份顶面，求主施阮怜悯帮助阮，互阮照着你的心意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伫无共款的时阵，照着主你所定着适当的位分，阮伫迄个服侍，伫迄个所在服侍，伫迄个所在做成主你所托付的工。阮仰望你的听筒，圣灵啊，恳求来洁净传讲的人心、心灵、甲喙齿，互传讲的人有受教者的指头，伫主你的听内底，通互所有你的儿女，无论是传讲的，无论是听谈的，拢伫主你的内面，当受圣灵的教示、引带甲祝福。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画面内底，咱定定爱讲甲爱公平，爱有选调。有诶时阵，咱咧讲公平诶时阵，咱就感觉讲是安怎会安尼，是安怎会安尼。咱感觉咱啥物时阵会讲公平呢？大部分咱公平诶时阵啊，咱咧讲公平诶时阵哦，是咱感觉别人比咱摕了佫较好。哦，伊地那加较大地，啊，我的那较细地。哦，啊，伊是安怎啊？会当出去遐久，啊，我若会出去一时啊尔，你转来就甲我细细念。哦，所以咱会感觉无公平。但是有另外一款的情景是人生内底是一款的选调，啊，互某咪到一个人来做这项代志。那会选调的时阵啊，的确毋是因为伊做了啥物货，乃是因为伊对过去到现在伊所行所做的，一定的确伫其中有伊来受疼惜，也是讲明白伊的所在。但是另外一款选调。另外一款竞选，伊是完全甲这无关系的。有诶时阵，你会看到，你家己嘛有即款的心，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乞者来甲你分钱，还是看到一个人跪伫遐，还是怎样啊？其实遐尼济的乞者内底，可能大家人拢真可怜，可能大家人拢诈骗，但是无论安怎，有诶时阵，迄一个人因为去触动着你的心。所以你就真愿意把钱摕出来帮忙分享予伊。迄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总无，迄个人你嘛毋捌去，伊并且是所有遐尼啊济的乞者内底其中的一个。但是毋知怎，你就是愿意甲伊斗相共。你讲这敢有公平？我嘛毋知影这有公平也无公平。但是咱今仔日要三角做来看，圣经伫这个所在，互咱看咧，马太福音。圣经伫遮讲，天国亲像一个主人，伊有一个葡萄园，伊透早的时阵呢，伊就请伊厝内底的人出去，请人入来伊的葡萄园内底来做工课。咱看即张图，你咱看到这哦，这是自丑寅卯目杂家走自丑寅卯，辰时午未申酉时亥。那么呢，子时是半暝啊，11点到1点；丑时是1点到3点。好，你来看这乌的这字哦，就是这正中昼就是11点，中昼11点到1点；未时就是1点到3点。那么伫当中呢，透早起来，以色列差不多5点外的时阵，因天就光。所以呢，圣经讲啥？因就伫这个所在，因就出去请工人。那工人即摆呢，因就这当中呢，就一寡人，因也感觉讲，因就伫迄个所在，真早因就去伫遐，了，都有真侪人请这个便工，也是伫迄个路边伫遐等人来叫。这伫中国啦，还是伫这个以色列啦，搁这个印度啦，拢有真侪即款，就是一帮人踩伫遐。了的时阵欠工的人伊就来叫，就伫迄个所在甲伊叫去。所以呢，真侪人因透早就安怎，对5点起来，一直讲，你也看讲，因一直做，到安怎，
因暗时啊，黄昏5点到7点，这个时阵才发工资嘛，是规工才发工资。但是买手的时阵啊，佫有一个4时的喙，就是9点到10点的4初的时阵伊出去。伫4初的时阵伊出去的时阵是9点，所以伊去请一寡人入来做工课，伊是对9点做到5点7点，了后佫到5时佫出去，佫看到抑佫有人，甲主人就甲伊讲去甲因请因入来，结果因出来，到新时的时阵已经伫要下班了了后佫出去，佫叫伊佫入来。了，佫到已经要下班啊，干那做1点钟尔，嘛是去。了，伊伫个所在，甲伊讲啥物话？甲伊讲好来，请因全部的人拢总来，要开始发工资啊！了，即个头家发工资嘛，较有意思。对安怎？对倒尾来大生活啦就发你1箍一两银1钱银啊。了后时阵即个嘛发1钱，即个嘛发1钱。来到遮的时阵，因为遮你啊真。这做12点钟呢，对无？5点到这对遮开始一直就做到遮呢，拢总是呢，所以安尼是做要12点钟呢，还是要做14点？伊若5点就开始做，伊做到7点，伊是做14点钟呢。但是这个安怎？这个讲到伫有时的时阵伊才来，所以迄人甲伊讲伊才做1点钟尔，伊想讲伊一两，这可能。这个一两，一钱，这可能无要紧。但是你讲我对透早做到即马呢，安尼啦，做12、3、4点钟呢，安尼我讲，我莫讲1钱啦，莫讲1两啦，无我调2钱嘛好。结果头家甲伊讲啥？1钱，伊安怎？掠讲，伊怎甲头家讲是安怎会安尼？了头家你甲伊看，伊讲伊安怎？伊头家甲伊应安怎？头家甲伊应讲一个代志，讲咱头先你5点来的时阵，我就是甲你讲一钱你爱无？讲好啊。其实迄阵1钱就是一个人1工的工课的钱啊，的工资啦。所以即个头家葡萄园的头家甲伊讲我无亏欠你，因为安怎？咱原本讲好的啥，就是1钱。直到后壁的人要来，我互伊的，伊就是做1点钟，我嘛是共款互伊1钱。你讲我无公平，我的物件要互啥物人？你讲我无公平，迄是我的物件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莫讲这个头家啦，莫讲葡萄园的头家。我来讲一个代志你可能佫会了解。恁囝啦，你若一个囝迄就无得讲啦，无得批评。若2个囝，无你对恁2个囝敢有公平？你照实讲。你若有2个囝，无2个拢查甫，2个拢查某囡仔，无，咱就莫讲一个查甫，一个查某囡仔迄有时会真正会无平啦，我了解啦，但是2个拢查甫，2个拢查某囡仔咧，你敢着真正有平？你听我的意思吗？但是你有平无平，咱暂时莫讲，咱阁讲另外一样代志。但是你对伊的疼，敢有较欠缺较少？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伫即个时阵咧讲一项代志，就是讲咱的人生内底，咱会看无共款，改成咱伫迄个所在，咱着伫遐互伊。都无共款的时间，但是咱共款互伊迄份的疼。咱若做父母有个另外一款经验是啥？做父母个有另外一款经验来，迄个上熬的得到父母的疼痛较济，也是迄个上含慢的得到父母的疼较济。较含慢的你这我若偏心呢？所以，但是迄个疼敢有无共款？无。咱是安怎？迄个较欠缺，咱较含慢的，咱颠倒互伊较济疼。咱就是望互伊病嘛，对无？伊着较含慢，对无？所以我着互伊加一寡，安尼，你着较熬，你着安那会当倒转来照顾啊。当然，真济时阵咱会感觉讲这真无公平，但是实际上，迄是人心中的一个渴慕。咱渴慕亲像上帝共款。会晓去疼惜人，
咱嘛期待咱的后生查某囝会安尼行安尼做，因为听毋是无公平，听是伫公平以上超越过公平。咱超越迄个公平，毋是表示咱无公平。我互你一钱的银仔，我就是互你一钱，我并无欠亏你。另外即款的情景内底，就是咱的活命内底，咱讲遮尔济的无公平，但是什么是公平？人生真济时阵是非常的无公平。我出世伫好业人因兜，你出世伫善食人因兜，你甲我讲敢有公平？无公平啊！你开免入的，我是安就安尼开拖咧大的。你的公司遐大间，我嘛共款照你的方法去做，是安我做甲破产，但是是安你做起来。人生有真济的无公平，但是伫遮尔济无公平内底，检测咱阁会牵涉到一寡，什么是你会感觉你是互人公平，还是互人无公平？咱总是掠一款的思考方式，就是对我家己上界有利的模式来思考、来做代志、来判断代志、来期待结果。就是咱感觉讲，我的系统已经有更新啊，但是实际上敢有更新，无一定。你知影吼？有个人吼，伊无爱做生日。伊虽然信耶稣基督了吼，伊嘛是继续无爱做生日。伊无爱做生日是安怎呢？是因为古早人讲吼，狗无出世，然后猪无死时啊。哦，狗无生时，猪无死时啦。即句话意思是啥？意思就是讲哦，小猪的甲小狗安怎？毋好做生日啦。假遐奇怪，你去问偌清德，无定想狗的咧。亲爱兄弟，即马你了解这个情景。咱虽然已经讲，我已经相信主耶稣，但是咱的头壳内底系统安怎？犹原无改过。咱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但是呢，咱无一定真正照伊的思考方式去思考。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的提醒内底，就是真济当咱无得到咱所期待的结果的时阵，咱的反应就是咱无去思考家己应该有的位置。我已经甲主人讲啊，就是一钱的囡仔，那么这一钱的囡仔我已经退掉啊，但是我因为无思考我家己是一个工人的位置，我这个时阵已经用啥？用甲工人的位置徛起来伫啥？主人头家的想法内底啊。我认为你应该安尼做，亲爱兄弟，人生无啥物应该安怎样的代志。一个人是因为伊的位置来决定伊应该爱做啥代志，超越过伊的位置去做的代志。你知影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啊？当伊讲我是上帝囝的时阵，遐法利赛人是安怎会伫迄个所在讲这个代志？这个人讲了难散的话，因为因无认出耶稣基督是真正是上帝囝。一个人，我若是讲我牧师啊，我无滥散讲话，因为我就是牧师。我若讲我是教区长，我嘛是也无滥散讲话，因为我是教区长。但我这个时阵若甲人讲我是台湾圣教会总会长，安尼我就是滥散讲话啊。我哪盘过我应该有的位置。即使若是有一个团体来甲我讲，廖牧师啊，11月初1，那么全国呢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年会啊，拜托你呢来参加，恁圣教会敢会当有人来啊？恁圣教会敢会当来参加？这个时阵我敢会当甲伊讲好？我袂当甲伊讲好，因为我无代表圣教会。圣教会的法规内底有一项规定，总会长对内代表伊是总会所有
的会议的决定者，对外以代表台湾圣教会所有的接待。所以本身来讲，我虽然是一个教区长，但我敢会当替总会长来决定啥物代志？袂当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所以咱真侪时阵徛伫咱家己应该有的位置顶面，咱用即个方法来思考。咱若称耶稣基督是主，伊是咱的上帝，安尼咱着爱真清楚来思考，我是毋是有顺探伊的话？我是毋是照伊的话来行？这是咱爱注意的。这是一个态度。决定你人生关度的，毋是你的才能，是你的态度。所以，咱的活命内底爱有即款的态度，做工课是一款态度，含人计较是一款态度。迄款的态度，拢是因为咱的身份所做的决定，是毋是甲咱的身份、甲咱的位分有一个相合？即使咱若是甲迄个身份无相合的时阵，别人虽然第一届看咱介成真有才能，但是伊看一届两届，原来即个人毋是伫伊的位置的顶面，结果伊讲伊无应该讲的话，安尼后届颠倒，我即个人会互人看轻，因为我徛伫迄个位领，但是我却是讲到即个位置的话语，安尼人会伫当中看轻咱。所以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所讲的这个譬喻内底，讲你家看，因为我的物件，互人我欢喜安尼行安尼做，但呢你敢若伫迄个所在看到我对人好，你就目苦红吗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毋是敢若为着食饱来受拖磨，活命是一场态度的竞选，通过这个竞选。咱的态度，咱是毋是有正确？咱才会通适应伫上帝国的国度。咱敢有真正明白到？伫这段经文内底，咱敢有主耶稣咧强调的一样代志是啥？上帝的主权、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监察，这是一个恩典。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亲像啥？咱每一个人拢有才能，拢有对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恩典甲疼痛。但是咱做这做少，毋是照着咱入去的时间，是照着咱入到这个葡萄园内底做工课的时阵，咱敢有发挥咱应该有的迄个能力甲位置，甲咱的才调用伫政团权力的顶面咧抢位置，或者是咱将着所得到的才调甲恩赐来尽职来侍奉别人。咱也记哩，耶稣基督捌讲过另外一个譬喻：一个人领5000，一个人领2000，一个人领1000。你讲上帝较偏心，对着这个领5000的，该学了介济；对着这个领2000的，该学了较少吗？无。咱倒转去斟酌看迄个圣经，咱就会看见，圣经对着领5000的趁5000，领2000的趁2000。对着因两个人的学了的字句，对头到落尾，一字都拢总无差。你讲安尼领1000的遐衰，毋是领1000的，亲爱兄弟，爱知影1000哦，毋是少啊。咱用即摆1000哦，咱感觉足少啊，无啥。来，咱斟酌来看，一两银是一角，一钱是一工的薪水，10钱一两银是偌济的薪水？10工嘛，对无？10工的薪水，安尼1000两银是偌济？啊？10工才1两银对无？3年外1万工，安尼对吼？我数学介无好，你敢若？来1万天哦。来，我问你啊，咱人生有偌济日子？3万外日。好来，扣掉咱对出世甲读册，安尼偌济
出世甲读册20几年对无？了后搁来20岁甲40岁对无？啊了后40岁甲60岁对无？吼 ，OK， 安尼其实咱真正做工课，敢若只有20年尔。咱若是话70岁20几工，1万工安尼是偌济？1万工就是差不多咱1/3的日子，对无？所以交代一个人1000两银是啥？是伊人生所有的精华呢？听我的意思吗？所以1000毋是你摕出来迄一张1000呢，是1000两银。所以咱将咱的人生放伫倒位？当人入去葡萄园内底做工课，咱是刀山闪四。古早人讲食饭用碗公，做工课闪西风。反正我就是听下到5点7点的时阵来领钱就好啊。敢有一个可能，我是透早5点就来做，但是我伫遐安怎拖沙开讲了，我甲阴暗5点，我就要来哪穿好水水，等领薪水安尼。但是即个人可能伊5点来做，但是安怎伊真认真做，伊检菜做1点钟就赢过人做1工。伊有想方法，伊有认真，有安尼无？我那真有可能。但是无论咱怎样，爱知影一样代志，这是啥？咱原本的时阵拢是啥？来，咱斟酌看迄个所在吼。咱看第6节，吼，咱看第6节，咱搁来读一解预备，请。约伫幽处出去，看见抑个有人徛伫遐，就问因讲：恁为虾米规工伫遮营营徛咧？因讲：因为无人请愿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的人生。咱的人生其实真侪时阵拢安怎营营徛伫遐，有的时阵咱是安怎做了毋着工课。所以，咱的活命定定生活伫一款无意义的情景内底，就是敢若随在时间甲咱的生命拖磨无去安尼的尔。但是耶稣基督找着咱，咱的人生开始有意义。咱来听惜，咱会晓分享，咱会晓甲人相合做伙见证上帝。亲像今仔日咱所唱的上路尾迄首诗歌。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疼分享出去。所以，这是咱活命。伫生活中、伫事奉中，每一样代志，咱爱思考：咱的态度正确吗？我是遐尼斤斤计较的人吗？或者是我甲人已经约束代志啊？我着伫当中无搁再生出其他的话吗？我敢会当欣赏别人的慷慨？我为着上帝慷慨伫别人，感觉感谢，也是我感觉足无公平。做一个牧师，我是毋是我敢有为着高敏智牧师来感谢？因教会吼，那遐厉害，上帝你互伊遐尔恩赐，因教会几千人吼，上帝啊，你足无公平。你互迄大公教会吼，蔡安乐牧师吼，因教会嘛咧几千人吼，佮生一个囝，佮做牧师。牧师上帝，你也无想我事我一个囝，无要紧，我即马家饲嘛，踮要做我牧，嘛要做我牧师啊。你毋着逐项代志拢伫安怎受气激心？到尾啊，咱敢有为着上帝慷慨伫别人了后，咱为着即个代志来感恩？爱会记哩，咱领受搁较济，咱对上帝的责任是搁较济。但是咱真正会晓慷慨，迄是稳定，迄是平安。所以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继续来读下面对17节开始读，读到第28节，同齐做伙来读，请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阵，伫路呢，甲12个使徒带到边仔，对因讲：看啦，咱去耶路撒冷，人子要互交伫祭司头甲文士。因要甲伊定伊死罪，搁要交外邦人，将伊死人鞭拍，钉伫十字架顶。第3日，伊要搁活。迄时，西比泰的囝的母亲甲伊2个囝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伊一样代志。耶稣讲：你爱啥物？伊讲：愿你互我即2个囝，伫你的国内面，一个坐你正边，一个坐你倒边。
耶稣回答讲：恁毋知影所求的是啥物？我要啉的杯，恁会当啉吗？伊讲：我会当。耶稣讲：我所啉的杯，恁的确爱啉，只是坐伫我的左右，毋是我会当输的，乃是我爸为想有必的，就赐我想。迄10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因兄弟2人。耶稣叫了因来，讲：恁知影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因，有大神超权管束因。恁中间为大，就要做恁的用人，像做头仆人，亲像恁主来，毋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济人的赎价。好，咱先看到这。你家看，这段经文接续落来哦，你家看伊接续落来。了接续落来的时阵，圣经讲啥？因要去耶路撒冷，耶稣伫迄个所在甲因讲，伊的活命将会交代受交代伫即个祭司头甲文士，并且呢，因要伫当中来戏弄耶稣，了甲伊钉十字架，交外邦人钉十字架。耶稣这是第3届，耶稣基督甲因说明这样代志，并且其实过后无偌久，这个代志就真正发生了。但是耶稣基督伫这段经文内底来甲伊讲，伊愿意甲这人讲，但是因敢会明白，也无明白啊。总是主耶稣甲因讲，我伫这个所在要去，但是我愿意来做这样代志，就是为着遐个未堪得到恩典。咱看做伊毋是好人的人，上帝会甲救无？上帝会甲听无？会。圣经耶稣基督捌讲过。上帝赏赐日头，照好人嘛照歹人；赏赐雨水，予义人嘛予恶人。上帝疼惜世间所有人，但是期待安怎人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圣经另外一位保罗先生讲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神性甲伊的权能是明明通知影的。虽然目睭无看，但是借着所做的物，人就会当知影。这位保罗先生搁去甲其他的这希腊人讲，上帝所做的万项有的这个代志，其实早就已经显明伫人的心中，但是人也无明白。但是上帝透过这望人的工去思考了，伊会知影，的确有一位上帝。所以圣经一直咧强调这样代志，即这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，其中咱啊认真去思考。我搁讲，认真去思考，伊一定会想出来，一定有一位上帝。但是真侪时阵，咱是无够认真去思考，这是较可惜的所在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了，伊直接甲学生讲了后的时阵伊甲主耶稣讲，这是一个结论。伊讲，我来是要为着人来受死的。了下面的时阵，写这样代志。耶稣基督有尊敬上帝的话语无？伊有伫迄个所在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无公平，天父上帝你无公平，谁若是我？那毋是了后立身？谁若毋是张江辉？谁若毋是叶中间？谁若我去钉十字架？伊有敢若甲上帝讲吗？无，伊无安尼讲。伊了后伫这个所在甲因讲了后的时阵，你甲看，因同齐做伙去耶路撒冷。伫路林的时阵，伊就甲因讲：人子耶稣将会受钉伫十字架顶。了后迄当中哦，这了后真正较厉害。这当中有一个妈妈，我甲你讲啊，妈妈，你知影？这个妈妈甲耶稣，因妈妈玛利亚有亲情关系。咱若看路加福音的时阵哦，你就会看到。某一方面来讲哦，因可能这当中哦，这个玛利亚爱叫伊丽莎白，因是有亲情关系。毋知是爱耶稣，毋知爱叫这个妈妈堂姐叫是阿姨，若无就是阿姑，反正就是差不多真亲近的亲情就对啊啦。这个时阵哦，妈妈安怎毋知是阿姨阿姑啦，反正就是啥大辈啦。带着2个囡仔就来啊！来，耶稣啊！伊伫迄个所在就来甲伊讲啊，来个喏，伊搁来甲伊拜呢。你这安拜落的时阵，搁是啥？
佫是大辈呢，阿姑也是阿姨，甲你拜，你敢受当会起？想到受当袂起啊！但是这有啥？这有人情压力啦。有聪明无？真聪明，大咧带两个囡仔来，哦，了那跪落甲拜，了甲伊讲啥？求你互阮两个囡仔，哦，伫这当中哦，你的国度内底来做啥？来做你的左丞相、右丞相哦，坐伫你的左右。耶稣了哦，就伫咧当中啊，因做这个代志了哦，你看因两个吼，甲各安怎想办法，各互因老母，毋知是因老母带因两个来，还是因两个带因老母来啦，毋知啊。反正哪因就是咧想这样代志，当伊要想这样代志，因就伫个所在讲了，到尾像咱斟酌看一个所在啊。哦，耶稣就甲因回答讲：你毋知恁咧求啥？我要啉的，你就当啉啊！但讲了，咱俩做吼是即两下门徒安怎？特别较歹对无？无大无细。哦，若无要拜嘛，大声拜我。哦，啊无嘛大声拜嘛，即个名传兄无嘛大声拜。哦，中间兄敢无比因两个搁较好？哦，啊无我若因两个拢无讲无换，我来含工位兄来讲，安尼会当袂？上无嘛，抑阁会当安尼啊？当时会当摆甲恁两个大声咧出头。当因其他10个人讲这话的时阵，是毋是表示这10个人较谦卑一寡？有无？无嘛。若真正谦卑，敢会讲话？袂嘛。就是安怎？无公平嘛，对无？哦，啊恁这两个是安怎？啊无阮这10个是安怎？阮敢有去请阮阿姑来？我嘛无去请阮姨丈，嘛无请阮姑丈来呢。啊无恁这两个即马是安怎？咱就会发现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就伫迄个所在，甲因叫来，甲因问一个问题：到底是啥物动机，互咱军队主？到底是啥物动机，互咱军队主？耶稣基督甲因讲，外邦人有君王做主治理因，有大神操权管束因。来，咱搁来读26节到28节。26节到28节，咱同齐搁做伙来读一解，请。只是伫恁中间毋通安尼，恁中间谁愿意做大，就要做恁的用人；谁愿意做头，就要做恁的仆人。这亲像人子来，毋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济人的赎价。亲爱兄弟，咱有发现这样代志无？马太福音这一章20章的第1节，一开头的时阵，伊就是讲啥？因为天国亲像。如果咱信主耶稣、军队耶稣，抑阁是用着地面上的方法来经营咱的人生，安尼咱也无进入到天国。咱如果若是抑阁感觉讲啊，某物人我含伊无熟了，咱无愿意含伊做朋友，无愿意去熟悉伊，安尼咱嘛是抑无进入天国。如果咱的奉献，如果咱的关心，咱伫当中嘛是抑阁感觉讲啊，迄个甲我无关系，安尼咱嘛是抑无进入天国。因为咱抑阁是活伫世间的想法内底。互我真感动的是，咱伫即一个月，伫即整个月内底，咱教会经历了3下个别礼拜。咱有一寡人对着即3下，咱的姊妹对检查拢无熟悉。但是虽然无熟悉，但是因为咱认同一个代志，
伊是咱教会的姊妹，咱甲伊有共一位天父，咱甲伊同齐有一个共同的信仰。咱的信仰个别内底有一句话：我信圣道三通，彼此团契。我信圣道三通，就是咱伫上帝的厅内底，虽然迄个人我甲伊无熟悉，但是我伫聚会煞了后，我愿意加熟悉伊一点啊。无熟悉，毋是诚侪我甲伊无做朋友的代志。身为牧师，牧师爱去熟悉人。如果咱若感觉这只是干那牧师爱去熟悉人，牧师无去熟悉人，安尼这就是牧师无尽到伊的职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安尼想的时阵，咱就是袂记起咱有一个身份，比这个身份更较重要。咱号做兄弟姊妹，兄弟姊妹敢无比牧师甲会友的身份还佫较亲密吗？兄弟姊妹敢干那是牧师含你的称呼吗？的确毋是，应该是咱每一个人彼此当中称呼这个名字，互伊诚侪是咱甲上帝相连关系迄个正确的连结啊！所以，互咱彼此相听，互咱会晓得真实进入到伫咱的活命内面，咱的生活内底。是安怎？牧师一直甲各位讲，咱毋好定讲啊，恁国语堂的，阮台语堂的，恁上青团契，阮菜市仔小组，千万不可啊！爱讲的时阵爱讲啥？咱菜市仔小组。咱上青团契，咱约书亚小组，咱喜乐小组，咱提幼儿仔小组。你敢知影提幼儿仔小组是倒一组？哦，对，提哪死啊？哪些年小组吼？所以就是每一个小组是咱，毋是恁。所以咱信主是安怎？是要行伫天国的动机内底，天国的运作模式。主耶稣讲啥？咱若真正要进入天国的服侍，咱伫当中就是啥？去服侍人，去疼惜人。这是天国的原则。摕起扫帚来扫涂骹，伫煮饭咖啡来彼此相听，摕咖啡豆仔来。互大家人做伙响应，了后收收的洗洗，互相同齐做伙整理起来。这拢是一款上帝国生活的模式。咱今仔日是进入上帝的国，伫葡萄园内底，甲上帝三角同工。咱暂时伫葡萄园内底殷勤，咱原本的人生是无意义。咱原本的人生内底是照着公义来讲，我这个人是爱落地狱的，爱受火烧的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、慈爱甲疼痛，所以伊替我来死，甲满足了上帝这位审判官公义的要求，宇宙当中公义的要求，所以两边的亲啊才会平衡。所以，什么是公平？是上帝对着咱的敬调，是上帝疼惜咱。那呢？所以保罗先生才讲一项代志。圣经保罗先生讲啥？对这个角度来看的时阵，咱就有一个代志，就是咱欠了外邦人福音的孝务，咱欠伊祭务。因伫迄个所在咧等待福音，等待上帝救赎。啥物人爱去甲行，就是咱。
所以咱爱去诚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感谢上帝，咱的乡亲伫咱的社区做了真侪美好的事奉。所以伫这当中来关顾、疼惜社区。咱啊，即个乡北小组，因伫1个月、2个月也去到外口，同齐做伙分享上帝的疼痛。乡亲小组也搁伫当中去到文乐油瓦园区，伫迄个所在分享上帝的疼痛甲伊的照顾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人生超越的公平，毋是无公平，是因为有疼伫其中。接续落来的时阵，咱看29节，同齐做伙来读到煞请。因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真侪人对着伊30节，有2个青眉坐伫路边，听讲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讲：“主啊，大必的子孙，可怜阮吧！”众人责备因，毋准因出声。因却是拿大声喊着讲：“主啊，大必的子孙，可怜阮吧！”耶稣就徛咧，叫因来讲：“爱我为恁做啥物？”因讲：“主啊，阮爱阮的目睭会当看见。”耶稣就动了慈心，甲因的目睭一个摸，因就即时看见，就跟对了耶稣。亲爱兄弟，其实这段经文若甲伊刷开吼，嘛无差，袂影响到这段圣经伊的记录。但是马太福音的作者甲这段经文记落去。咱精心思考，圣经内底有真侪新约，但是有一个新约定定提醒。如果我若无记毋对去，就是讲你会当看见圣经内底关系目睭的新约有真侪，有真侪。你看有一个出世的时阵，青眉了耶稣甲医，了佫有一个。青眉或者巴底麦，了佫有迄个啥出世了佫巴底麦，了遮佫有2个，佫有一个这去洗罗啊，叫伊去洗咧。主耶稣甲伊讲，伊去洗咧，佫有人带去洗之后，了耶稣佫讲到有一个代志，讲对着佫有讲目睭就是啥，身躯的灯。目睭若青眉，安尼啥，就看无内底的目睭，若心灵的目睭，若拍无青眉去，内底黑暗是何等的大，对无？拢讲到了，有一届耶稣基督上界艰苦的，就是伊治了迄个出世的时阵就目睭青眉的人，了遐个人就礼骂耶稣，你知讲伊伫安息日治病做啥物货做，讲伊伫举一大堆的罪名，甲伊刻伫伊的顶悬。了，耶稣基督伫迄个所在，甲伊讲：恁若是青眉恁就无罪；但恁讲恁无青眉，所以恁的罪啥佫较大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是藏伫遮有一个真重要的意涵。咱的人生其实咱敢有看出耶稣基督是啥？咱跟对耶稣基督的动机到底是啥？咱敢有进入上帝国、天国的生活法则甲规矩，也是咱是对着这个世代，咱期待耶稣基督成就咱的心愿。这段经文内底咧讲的，就是廖牧师，你心灵的目睭敢有拍开啊？有看到上帝国的官兵、能力、恩赐，拢是透过服侍别人来得到的无？有看到上帝天国的意义，就是透过服侍人，你会成做一个有真正官兵、影响力、祝福别人的人无？敢有看到一项代志，就是今仔日原本廖牧师，你是一个罪人，是活伫罪恶内底，是受困伫地狱准备做地狱火柴的人。但是上帝今仔日伫你人生剩落2、3点钟，
伫有时的时阵，你的人生就已经要落到火内底，但是你有一个恩典，受竞选入来，放伫葡萄园内底做工课。你有知影这是一个恩典也无？也是伫这当中，抑搁伫遐怨恨讲：上帝啊，你是安那对别人遐好，是安那对我遮尔歹？我是看到恩典，也是无看到上帝的恩典，干那看到嫉妒。那我干那看到嫉妒，安尼表示我的灵魂目睭还未拍开。我犹原是一个青昧的人，灵性上青昧的人。我若抑阁未晓学习，亲像耶稣基督共款，去服侍人，去疼惜人，安尼我抑阁是一个青昧的人。有的时阵我去服侍人，有的时阵我去求上帝开我的目睭的时阵，我会听到边的人讲：廖牧师，你莫去讲，你信上帝，莫信了伤凄迷去啊！信一个就好啊。边的人会安尼甲你讲，但是这两个青昧的人，伊会讲啥？主啊，代笔的子孙，求你可怜我。这个人期待耶稣基督开因的目睭，恳求耶稣基督开因的目睭，恳求几摆？你来看圣经，恳求几摆？经文讲伊恳求几摆？你若讲2摆，就是表示你的灵魂的目睭也敢若拍开一半尔。几摆？几摆？你若讲3摆，你就是牧师甲你恐吓，所以你讲3摆啊。但是实际上是3摆。第3摆记伫倒？主耶稣讲：“你爱我，为你做什么货？”因讲啥？主啊，我要看见。第3摆就是讲：主啊，我要看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有看见上帝国的权能无？咱有掠这个物件真侪，咱一生的追求无？咱若是伫这当中真正会晓得，伫这当中你斟酌来看，主耶稣。因为因2摆恳求主耶稣徛伫伊的头前，对讲：“你爱我，为你做啥物？”因真清楚知影这项代志。我的目睭若无看到，所有其他的物件拢我无一定是一个真水的享受。当我真正看见上帝国的荣光，原来这物件拢是互我路用，毋是我家占掉的。我会晓去使用，我会当照上帝的心意去使用，我的灵魂目睭就会拍开了。我就会当看到人的需要，我就会当去服侍因，我就会当知影这是上帝选调，超越的公平之上，只有超越的公平之上，我去服侍才会真做喜乐。这是经调。只有咱的目睭看清楚，灵魂的目睭看清楚的时阵，咱就会伫侍奉当中非常充满喜乐。真侪人昨做礼拜四的时阵，真侪牧师伫遮做咧聚会。了后一个人甲问讲：“牧师啊，伊就甲问讲：廖牧师啊，你今年敢爱去中国大陆？免啊爸，我甲伊讲，我11月17爱去出去一届。伊讲好，无你是安怎？喺中国遐尔危险，你定咧去，你是毋惊去哭伊啦？我甲伊讲，我都有祈祷，我祈祷了有平安，我就买机票。”伊讲好，你实在，亲爱兄弟，毋是我实在，是上帝实在呀。所以咱的活命内底是有看到上帝伫咱的活命无？当这个人这2个青命，伊讲主啊，求你，互我的目睭看见。圣经讲求你，互我的目睭看见，迄个看见，求你，互我的目睭看见。这个字编号是希腊文。编号455号。了，主耶稣讲，伊就互因看见，伫这个看见内底是编号308。所以啥？因即时看见，迄个看见是啥？无共款的看见。一个是目睭拍开，我敢若要看到这个物件。但是耶稣基督互因看见的是啥？因恢复视力了啥？目睭看顶悬。这个字是仰望上帝，仰头看
仰望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目睭已经有开啊，咱毋免求即个，因为咱已经早就开啊嘛，上帝早就已经互咱啊，对无？但是咱爱安怎？咱爱得到即个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期待，马太福音即个所在期待是啥？求主拍开咱属灵的目睭，看见上帝国运作的模式，安尼咱就会通伫其中真真正正，基督按着咱动了自心，咱毋是干那为着来满足咱的私心，咱是甲伊会当三甲做伙共款，付出咱的真心为着别人。迄款就会诚侪咱荣耀的服侍。王恩典毋是要建立家己的王国，有一天咱拢会过去。但是王调是要套先来使用上帝的恩赐，透过上帝互咱的恩赐来见证上帝的名，用安尼来见证我是上帝国的百姓。所以马太福音27章第1节开始就讲天国亲像。耶稣基督用地面上的代志来譬如上帝国，互咱会当透过这个会通知影，服侍喜乐的秘诀，上帝国荣耀的秘诀，就是对上帝领受恩赐，来服侍众人。通过安尼，咱会超越的公平。原来上帝赏赐我遮尔啊侪恩赐，是为着要去疼惜别人、祝福别人、成全别人。伫即个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，你真侪荣耀的迄一位，亲像基督的荣耀同款。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赐平安的上帝，你会听到阮同在。主恳求透过今仔日的信息，刻铭伫阮的心中，互阮通照住你的旨意来行，互上帝你心意的欢喜成就伫阮的心上。主啊，互阮目睭已经拍开，但是恳求帮忙，恳求赏赐能力。互阮拍开灵魂的目睭，夜目仰望上帝，夜目仰望主耶稣基督，夜目来恳求圣灵的恩赐，叫阮的年日活伫天国的模式。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这无？美昭姐，你身边这两位是？女儿跟女婿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欢迎美昭姐的女儿跟女婿，感谢主，谢谢。好，来，请坐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朱小妹，金车姐啊，来。蔡姐呢？蔡姐在这边。好，来，这景玲姐妹妹哈，感谢主，谢谢。旁边的表妹，好来，表妹来，好来，欢迎，谢谢，感谢主，好，谢谢。还有其他的新来是外出的兄弟无？是无？好啦，文小姐，你还有发现什么人吗？小男生走了啊，好，好嘞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下面一位文娟姐呢？点容感谢主，美恩姐好来点容，感谢主，很高兴能够一起在上帝的殿中一起来敬拜，愿上帝帮助我们世人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求主互咱成做祝福人的人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其实咱每一届的聚会，每一届的礼拜，每一届的奉献金钱，每一届的服侍。拢是咧祝福众人，所以呢，真心来做遐工课。检查咱敢若剩着1点钟的时间，但是真心来做遐工课，
上帝也要亲自赐恩报答伫你一切美好。咱即是三甲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同齐起立来吟唱诗歌，同心来奉献。你的话点我心，当我无望的时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，当我无外靠的时，予我毋茫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。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，坚持一生无骗你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。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你的话点我心，当我无望的时，带我行过人生的路。你的听点我心。当我无外靠的时，予我毋茫行落去。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。坚持一生无骗你，主啊，我要跟对你，将我一生献予你，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，将你的听分享出去。至诚的主上帝，要悦纳每一位诚心诚意、出自心灵欢喜甲感恩、甘心的奉献。佮要照着伊所应允的，祝福予你手中所做一切的工作，因着圣灵引带你的道路，你的脚步就要行伫公义公平，并且要超越公平以上。互你成做一个灵敏、疼惜、关怀上帝的儿女，叫你一生的日子，成做济人的祝福。互你的灵、甲你的魂、甲你的身躯，得蒙主的保守看顾，直到基督降临的日子，完全无通指责。迄位调你的本是信实的上帝，的确要伫这个世上全然成就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，上帝赐福大家平安。